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Ryan 啊，歡迎嚟到我爆卡頻道。今集同大家開呢個咧就係司徒嘅情義啊 ，OP12啊，最新一彈嘅。咁就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先開箱。OK， 咁就金彈嘅話咧，主要佢嘅漫畫卡係玻璃嘅漫畫卡。咁講起玻璃嘅話，基本上我都諗起紅啦，即係個故事真係太過感人。紅嘅話咧，基本上如果佢出紅漫畫卡咧，我諗我都應該都會有機會爆一箱去睇睇嘅。但可惜出玻璃，我冇諗過。好，第一張嘅話就係 SR 羅啊。咁就差不多踏入3週年啦，下次就 OP13，係啦，咁就爆一張睇睇啦，到時咁就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留意下啦。哦，第二張嘅 SR， 睇下金盒中到啲咩先。因為我見金盒嘅話 ，sorry， 金彈嘅話應該幾特別。我見有啲卡係赤犬，係以一個叫做司徒嘅形式出嘅嗰啲卡係。睇一盒中唔中到先啦，係啦。哦 ，OK。哇！紅之衝擊，紅髮阿盧。玻璃好 Q 喎，呢個好 Q 啊。OK， 好，金彈嘅當卡 OP12嘅當卡，哇係雷利。OK。哇，紅喎呢張，但係 OK， 哇，空島嗰啲戰士都出咯喎，估唔到喎，跟住係嗰啲。好，神平暫時仲未出最大獎嗰個，一盒入邊。哇！藤虎，哇型喎呢張藤虎。哇 ！SE 星黃下輯武海革命軍，哇！一盒中，哇！紅喎！紅喎 ，OK 喎，哇 SE 星正啊！哇，我想要呢張多個玻璃啊！哇，呢頭講呢頭，呢頭中，哇紅喎，唔錯唔錯。慈父紅啊！哦，喂，哇係，係咪咁啱嗰啲紋理咋？咁好嘅，靚喎！哇，估唔到中紅嘅意圖。
OK，SR， 最後幾包開埋佢。好，最後2包革命軍集結。好，我哋就呢個總結。OK， 咁我哋嚟個呢盒嘅總結先。好，咁就呢一彈嘅當卡啦，跟住 SR 方面就呢3張。唔知係咪中咗 SEC 星呢？會食咗1張嘅 SR 配率，好似以前係4張 SR 喎。好，跟住就大獎就中咗紅嘅 SR 星，係 SEC 星添啊，係唔係 SR 喎？哇，靚啊呢張！哇，掂！嗰頭話想中紅，今次又話今次真係中咗。OK， 咁呢盒嘅今次呢盒嘅 OP12 開箱就去到呢度。咁如果有興趣我條片嘅朋友，不妨訂閱同讚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